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中意地產代理莊當章。如果對呢個來賓有興趣，就喺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就介紹嘅係迎海一期一個低層2房半嘅海景單位，上面積有548尺。我一齊睇個單位啊！從單位嘅門入嚟之後呢，個小小地嘅走廊位置，旁邊可以放個薄身型嘅鞋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行前2步就會見到個環西型設計嘅客飯廳，飯廳設有對流窗，整個長度達到16尺半。闊度就有8尺半，客廳連接住大玻璃窗同露台，所以採光度非常充足。先睇飯廳嘅部分，飯廳整個闊度達到8尺半，左手邊嘅牆身長達6尺，放張圓台，4、5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右手邊仲可以放啲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跟住睇睇客廳部分，客廳長度闊度都達到8尺半，左手邊可以放大型梳化，右手邊就可以擺電視櫃、飾物櫃等等。我哋出露台睇睇外邊嘅景觀啦。從單位嘅露台望出嚟，可以望到市中心一帶嘅樓景、科學園大埔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，亦可以望到樓下屋苑嘅翠綠園林景色，景觀相當開揚。呢邊坐向就向西嘅。單位亦設有一個儲物房，配備咗通風窗同冷氣，可以作為一個衣帽間或者工人房用。跟住睇睇廚房部分，廚房有一組曲尺型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等等嘅位置，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跟住睇睇第一間睡房，睡房設計都好方正，長度闊度都有6尺半，加可以利用3.15米嘅樓底做啲鐵台儲物櫃等等，有個窗台位置。從房間望出去，亦都係以市中心、科學園大埔方向嘅山景海景為主，景觀非常開揚，坐向都係向西。之後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係以原裝膠樓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，配備電視，旁邊保留返一個浴缸位置，簡潔企理。側邊亦都連接住一個工作平台。平時可以打開通風對流，又或者放下雜物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12尺，闊度就有7尺。旁邊有個入牆衣櫃位置，可以放個到頂嘅大型衣櫃。放完大床，仲有足夠空間放梳妝台，亦都有相當闊嘅窗台位置。從主人房望出去，亦都可以望到市中心樓景、科學園大埔方向嘅山景海景，以及屋苑嘅翠綠園林景色。坐向都係向西嘅。現時間嘅單位係放賣緊嘅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喺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 WhatsApp 或電話仔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